脚脚就是大，对吧？压起来，所以有啥物讲，咱是顶下看，咱就看到咱自己。学生其实就是老师，真的，每个人的油法不同，它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。这块也去，这块也左右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还不止过头，他的左手是这样，他右手是这样，他左手是这样。还是讲赶快啦，伊会弄水准嘛，左右都平均嘛，对吧？我另外去，还是差低对，是吧？差低对。就是你也了解，他会上什么？你差就轻了，就是爱入定，你差你不爱入定。